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做成的，父亲就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男朋友并非是意外车祸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对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寄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寄信人，也没有寄信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王侦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南宫小姐，我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不过在调查过程中，免不了请您给我们配合。那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男朋友的案子不是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可能性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存在很多的疑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南宫小姐刚才给我的这些资料，那些照片都是被人动过手脚了。不管这些资料是否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跟这个案子肯定脱不了关系。西城，陪我在你身边的人终于是我了。我等这一刻等得太久太久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看到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样子。锦溪，锦溪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西城，我是锦溪，你在。西城，你醒了。